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午安，歡迎收睇人文科時事分享。我係今日嘅小主播林朗希。大家午安，我係小主播李心妍。心妍啊，你有冇諗過喺我哋大個咗畢業之後，香港會變成咩樣嘅呢？會唔會有識飛嘅車，定係有好多機械人走嚟走去嘅呢？哈哈，要識飛嘅車可能要等多陣，不過香港未來真係有一個超級無敵嘅大變身喎。今日我哋嘅時事分享就係要為你哋介紹呢個同我哋未來息息相關嘅超級計劃——北部都會區。北部都會區聽起嚟好犀利啊！我知，啱啱發表嘅2026財政預算案就建議撥款2億元推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非政府組織同埋相關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同埋推動城鄉共融。不過北部都會區到底喺邊度啊？顧名思義，佢就喺我哋香港嘅北部，主要係喺元朗區同埋北區，都係靠近深圳嗰一大片土地。哦，我知道啦。不過喺嗰邊發展，唔係已經起多幾個都高樓大廈啦咩？又有啲咩特別啊？呢個你就唔識噶啦。政府係要將嗰度規劃成香港未來嘅新引擎。北部都會區唔單止有住宅，佢最勁嘅係佢嘅重點發展創新科技，簡稱創科。創新科技，咁之後嗰度係咪有好多科學家、發明家、電腦程式員啊？話唔定我哋大個咗，仲可以喺嗰度嗰個高科技園上班，發明超級電腦呢？完全正確，除咗提供好多好勁嘅工作機會之外，嗰度仲會起好多新嘅房屋，等大約250萬人居住。而且為咗方便大家出入，仲會興建新嘅鐵路網，以後去嗰度就超級方便啦。聽起嚟好似一個全新嘅高科技城市。不過如果起咗咁多高樓大廈，會唔會破壞大自然啊？我好中意喺嗰度睇雀仔㗎喎。呢個你唔使擔心，北部都會區有一個好重要嘅設計理念，叫做城鄉共融。意思就係喺發展城市嘅同時，都要好好保護大自然。政府計劃喺嗰度設立好幾個濕地保育公園，保護候鳥同埋生態環境。哇，咁就真係太好啦！平時可以喺嗰個高科技嘅辦公室工作，星期六日仲可以喺側邊嘅濕地公園睇雀仔，親近大自然。冇錯，北部都會區係一個長遠嘅發展計劃，可能需要10幾20年先可以完全起好。計一計時間，等到佢起好嘅時候，啱啱好就我哋大個咗，長大投入社會工作嘅時候，所以呢個計劃真係為我哋打造未來嘅屋企。係啊，我哋而家雖然仲係小學生，但係都要多啲關心社會嘅時事，因為呢個就係我哋嘅未來啊！今日嘅時事就分享到呢個，希望大家對北部都會區有更多嘅認識。多謝大家。